3月15號，沙田日馬獨角獸香港賽馬貼士。大家馬迷好，大家可以重溫返上次獨角獸所提供貼士嘅賽果。第一場1200米5班，首選3號全神貫注133磅3檔，奧爾文配呢個姚本輝。次選10號伶俐標區128磅8檔，艾杜拿配呢個容天鵬。三選2號夢幻重駒133磅1檔，布文配呢個方家柏。最後7號三代同心131磅10檔，巴道配呢個告東尼。第二場1600米5班，首選1號烈火駿馬135磅12檔，奧爾文配呢個姚本輝。次選7號利顯天下132磅7檔，湯寶新配呢個黎超星。三選4號俊彩飛馳134磅2檔，賀銘年配呢個蔡約翰。最後6號上上感恩133磅3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蘇偉賢。第三場1000米4班，首選9號金金小子128磅4檔，蔡明少配呢個文家良。次選1號不可擋125磅9檔，黃寶妮配呢個偉達。三選8號成好運128磅14檔，梁家俊配呢個羅富全。最後3號美麗老窩127磅8檔，黃志雲配呢個毛偉傑。第四場1200米4班，首選2號跨境寶馬132磅2檔，布文配呢個蔡約翰。次選9號英雄戰歌123磅5檔，艾少禮配呢個黎超星。三選3號戀愛狂132磅7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葉楚航。最後1號線路達飛132磅3檔，梁家俊配呢個羅富全。第五場180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8號小飛俠125磅13檔，艾杜拿配呢個蔡約翰。次選4號金主131磅1檔，艾少禮配呢個文家良。三選2號風火行雲134磅5檔，布文配呢個姚本輝。最後14號駕勢奇葩118磅8檔，巴道配呢個告東尼。第六場1400米4班，首選3號開心5月134磅1檔，艾少禮配呢個尤達榮。次選5號挺秀騰飛129磅7檔，梁家俊配呢個毛偉傑。三選9號人人有餘126磅11檔，布文配呢個方家柏。最後7號超風速128磅3檔，霍雲星配呢個廖康銘。第七場1600米2班，首選2號陽光勇士126磅1檔，奧文配呢個姚本輝。次選5號華利茲118磅4檔，班德禮配呢個方家柏。三選6號遨遊武士119磅8檔，梁家俊配呢個羅富全。
最後3號中華盛景123磅3檔，中翼禮配呢個告東尼。第8場1002米3班，首選4號健康快車127磅8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蔡約翰。次選6號增強126磅10檔，艾杜拿配呢個賀賢。三選3號營造組裝128磅7檔，麥當能配呢個呂健威。最後8號中環精英124磅1檔，希威森配呢個容天鵬。第9場1004米3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5號至尊高超127磅2檔，艾杜拿配呢個蔡約翰。次選12號勇冠群英118磅6檔，楊明倫配呢個蘇偉賢。三選10號樂勝天下121磅5檔，艾少禮配呢個姚本輝。最後6號勇霸龍127磅8檔，田泰安配呢個黎超星。第10場1004米3班，呢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6號康樂高球124磅3檔，班德禮配呢個蘇偉賢。次選7號首飾天空123磅7檔，艾杜拿配呢個蔡約翰。三選4號堅闖127磅11檔，奧爾文配呢個伍鵬志。最後3號同樣美麗128磅4檔，霍雲星配呢個告東尼。提醒翻各位馬迷，今日嘅3場精選心水選擇分別係第5、第9同埋第10場。以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就可以馬上通知大家。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